大家好，我係原來鄭桂蓮，元神宮導師，祝各位喺馬年馬到功成，馬上行運。今日同大家講下2026年丙午年12生肖嘅運程。呢一集先講下屬鼠、屬牛、屬虎、屬兔嘅朋友。首先講下屬鼠嘅朋友，喺2026年子午相沖，沖正太歲，係一個變動嘅年份，同埋挑戰性嘅年份，變動係特別多嘅，容易轉工、搬屋、感情變化、情緒起伏好大，脾氣呢就麻麻地啦。咁喺健康嗰方面呢，就要注意心血管嘅問題，避免熬夜啦。喺事業嗰方面呢，就有突破嘅機會喎，但係壓力就好大嘅。就要多動啦，動中就求財。化解嘅方法呢，就可以着多啲白色嘅衣服啦，戴一啲金色啦，或者戴一啲龍啊、馬騮啊嘅飾物嚟助旺自己，平復自己嗰個情緒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嚟講下屬牛嘅朋友。屬牛嘅朋友，2026年佢就犯太歲，即係害太歲，咁就要慎防小人。呢個2026年呢，人際關係呢就好多時都會發生誤會，合作嗰方面呢就容易有是非，喺個錢財嗰度呢又有啲損失喎。凡事呢就要留意多啲啦。喺簽約嘅時間呢就要睇清楚啲條款，又唔好隨便擔保人借錢俾人。但係喺正財嗰方面呢都好穩定嘅，都幾好嘅。咁喺呢個化解嘅方法呢，就佩戴一個蛇同雞嘅飾物，喺辦公室呢就可以種多啲水種嘅植物，化解呢個是非嘅。好啦，跟住就係呢個屬虎嘅朋友。屬虎嘅朋友呢，今年呢就係三合吉星喎，順勢而上，就得到太歲嘅助力，人緣呢創意爆發，嚟呢個發展新嘅事業。因為事業嗰度就有貴人提拔，團隊合作嘅關係呢都非常之好，適合開展新嘅項目。但係要注意下健康，肝火過旺喎，飲食就宜清淡啦。增強嘅運氣呢，就可以用多啲紅色、綠色，增強呢個火木嘅能量。可以佩戴馬、狗、生肖嘅飾物嚟助旺自己嘅。跟住就係屬兔嘅朋友。屬兔嘅朋友呢，今年呢就係同太歲相破，咁有咩出現呢？就係本身嘅計劃就容易俾人打斷，有意外嘅支出，合作關係呢就容易出現破裂。做事呢就要小心，唔好亂咁投資。咁但係屬兔嘅朋友今年呢就有呢個天喜星、紅鸞星。如果係準備講到談婚論嫁嘅朋友，今年呢就係適合結婚嘅。未有伴侶嘅朋友，今年都有好多機會喎，咁就要留意下啦。如果有適合嘅呢，就要主動出擊，唔好錯過今年嘅天喜星、紅鸞星啦。呢集就講到呢度，請大家動動你哋嘅發財手，同我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多謝！祝大家馬年馬上行運，馬到功成啦！拜拜。